徐阳，你听我说，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你给我说出来，好不好？我们都顺着你，但你想出这门不可能。闪开！我告诉你，别得寸进尺，给你踩着下。好，就扣在这上就行，甭管了。谢谢师傅，谢谢。干嘛呢？你们这是？哎，可漂亮了，奇艺出的主意。哎，我一想也是，你想想，这整个这房子的装修的样式都是现代的，所有的家具，这沙发全是现代的。哎，就这茶几是古典的，还太不靠谱了。你们要换，问过徐阳没有？别回头他又急了啊！哎呀，没事儿啊，这给家里弄得更漂亮，他还能急呀？就是，还不是万三爸更高兴，回来给他一个惊喜嘛。是啊，没事儿啊。来，你跟二妈在这忙活着，我上楼忙我的去了啊。二妈，我先去了啊。去吧，包放下来，帮我把这抬起来，来。这多少钱啊？这得2万多块。哎呦，我的天哪！慢点。好，师傅，麻烦您当心那沙发腿儿，哎，别磕了别的家具。谢谢，慢点，哎，谢谢。你这是干嘛呀？哟，啊，薛洋回来了啊！是这样，你看咱们这家呀，从装修风格到所有的家具都是现代的，就这一个茶几是古典的，就特别不搭调，所以给换，可漂亮了，新茶几2万多呢。放下。啊，那师傅，那先放在这儿吧。谢谢师傅啊，那您先撤，你们。哎呀，好。哎，这谁放的花？谁让你们把花放这儿的？啊，徐阳，这样，我们想把家里这个气氛嘛弄得更舒服一些。对啊，这是三爸回来给他一个惊喜，没别的意思啊。对，另外家里有点花，它不是比较有生机，感觉。这是我的家，家里东西谁也不能乱动。最大的缺点啊，就是品味太好了。你在干什么？谁让你动这些话的？怎么啦？这一画都旧的没样了，早就该淘汰了。这些画都是我妈选的，再破再旧也得挂墙上，谁都不能动。还有，我妈花粉过敏。家里从来不能出现任何鲜花，把这些东西给我扔出去！怎么了？怎么了？这是？他瞅啥啊？我不就换了个画吗？谁让你换画的呀？你怎么回事？你这些画你挂你屋不就完了吗？你怎么？这是他妈那个他不知道你楚木快把画给换上，快啊！真是啊你！那我这就得动画了啊！冰窟窿，这些画是你老妈选的，你舍不得扔没有问题。我们也都尊重你对你老妈的怀念，但是你要记住，你老妈已经去世了，你现在是活在活人的世界里，就得先尊重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哎呀，再说了，现在这个屋里喘气的没有一个人对花粉过敏的，估计你也不是吧？那你凭什么还要用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的习惯来约束我们所有还活着的人呢？这是我的家，我想怎么样是我自己的事儿。你以为你是谁呀？干嘛呀？现在这个家可不是你一个人的。行了，你都多大个人了，你也尊重别人吧。行了，人家多少都是你的长辈，你怎么这么跟别人说话呢？你胡说什么呢？赶紧给我弄下去，快点！什么事都让我们迁就他。行了。你们干嘛不让我说呀？呀，行了。你问你怎么什么事都顺着他呢？就是因为你们总这样。那冰库才更跟你们隔一层呢。你们当初对我可不这样，从一开始文艺就把你和我画在一块对待，该打就打，该骂就骂，该疼就往死里疼。所以没几天我才把你们当做最亲的人了呢。你那会儿多大呀？多好糊弄啊！薛洋多大？他什么不明白啊？我告诉你，就三爸给他找一后妈，他心里本来就老大不乐意的了，这回还带俩孩子，搁你乐意吗？你就听我的啊，别再瞎折腾了。就薛洋那性格，你回头再把他整得离家出走怎么办？啊！三爸回来一看，儿子没了，怎么没了？让一后妈率领俩孩子给逼走的。
你跟他解释呀，还是我能解释呀？这么严重吗？我告诉你就别瞎折腾了，就听我的没错。薛洋，琪琪这孩子说话口无遮拦的，你千万别跟他计较，回头我批评他好吗？其实我们也是不了解情况，像你妈妈花粉过敏啊什么这些事儿，其实你的心情我挺理解的。你把门打。你要干嘛去啊？请你让开。你不能走，你爸爸现在出差了，如果他回来一看你不在家，他会不放心的。现在这个家不是我的了，我在不在，没有人会在乎我。不是你，哎，薛洋，薛洋，楚梦快来了！哎，薛洋，你听我说，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你给我说出来，好吧？我们都顺着你，但你想出这门不可能。闪开！我告诉你，别得寸进尺，给你台阶下你赶紧下，别这么说。薛洋，有什么话咱好好说，行吗？我跟你们没什么话可说。领人一清快散了是吧？再给你添一块。薛洋，我告诉你，我们谁搬出去都可以，就是你不能搬出去。你除非今天踩着我脸出去。注意些啊！薛洋，是薛少。让他走。好。这就是家里来的新人吗？是。拦住！好。别追了！三爸的车。你是楚墨。啊。你好。酷啊！您就是文姨吧？啊，你是？您好，我是薛之丽。哎呦，知丽回来啦！我们进屋吧。啊，好，进屋啊！他谁呀？薛之丽啊，就是三爸跟第一个老婆的闺女，薛洋的亲姐姐，薛之丽。来头不小嘛。得，坏事全干一块儿了。你挑事挑美了吧你？这样彻底收不了场了。来，快进来。你爸爸呀，出差去了啊。薛洋呢？家里有花了。啊，我们正准备把这挺好的。是吗？哎呀，好饿啊！饿啦？哦，那你稍等啊，李姐，饭好了没有啊？哟，知丽回来了啊，回来了，饭菜已经好了。哦，是吗？那我赶紧给你俩栗子去啊！谢谢啊，楚木，你赶快帮着知丽把车后备箱的行李拿进来呀！你这小怪物，走，跟我上厨房忙活，我们稍微准备准备啊，都弄好了叫你啊。
雪莉，来来吃饭了，坐我边上吧，你爸不在。等等栗子吧。啊，等谁？你们先吃，我要吃栗子。啊，哎，谁能给我介绍一下她是谁啊？哦，她叫琪琪，是我妹，二妹，什么二妹啊？你还有别的妹吗？排行第2嘛，2。找抽呢你！他就是不好意思承认我是他未来的女朋友。哦，栗子来了，我给你包出来。不用了，你拿个空盘吧，再拿点蜂蜜。哦，楚墨，拿包栗子。哦，来吃饭吧。我就想先吃点栗子嘛。楚墨，你动作快一点，太慢了。哦，你这糖炒栗子还要蘸蜜吃啊？